来看一间全台湾有8间分店的健身房哦，伫今年的3月，台北南港的店熊熊停业咯。去年的11月才开幕的台中南屯店，今年的4月底嘛关门。有上百的会员是指控讲，拢无退费的机制。今仔早起，伊嘛出面抗议。恶性倒闭，恶性倒闭。 18个穿乌衫的会员去连锁健身房打铁健身台中南屯店门下口徛牌抗议，指控去年11月才拄开幕的健身房，今年4月底就熊熊倒店。抗议的人讲业者无先通知调工的隐瞒。这间健身房在2025年4月30号停止营运后，从未主动联系过我，也没有任何退费说明或公告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这些付费的会员依然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。 健身房门口有打登记欠注税广告，业者也伫门口打 QR code 提供网络申请退钱，不过到打线拢无回应。台中会馆成立自救会，目前有要上百个人受害，平均大个人损失2万块，预估受害金额160多万。受害消费者批评打铁健身是网前开的，不过台北南港店今年3月已经关起来，内部营运出问题。台中店却继续咧收会馆，消费者认为是调工倒店。 体制内部有营运的问题，可是他们在3月、4月份还不断的招收新的会员卖教练课，然后4月30突然1天的时间发布倒闭的公告，那这样不是恶意倒闭、预收费用，那是什么？如果找不到业者，或者是确定业者的确没有提供服务，这个收单行会先把钱退给这个发卡行，发卡行就会退给消费者。 业者目前还未对外回应。台中市法制局表示，即阵已经收到104个消费者提出申诉，提醒民众若是大生女信用卡入健身房或者是教练的钱，会当甲发卡的银行申请争议款，就算已经入了，也是会当退钱。也若用现金入的消费者，会当提民事诉讼讨赔。呼吁业者赶紧出面说明退钱的方式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